从个专题来看到的是，今年金曲奖有一道关心社会议题的歌曲，含有全新意味，像是靠世界创作歌手王连玉，过拜转到新报道空落去了后，从清新跳下世界，应该是采油界，是小那的下政府对核世界的立场，唔但只系得到平行嘅中意，因为最佳作词人。两个人容易发现，客家学路还有年秋名曲风嘅专辑，铁九奖。国家因为最佳学路发专辑。曲风轻快又真乡土，歌词带调小奶柔美，过来做下怪，也是歌手王连玉20万年来莫变嘅风格。大部分是自嘲式的，有。你妈赢妈唔多，唔只妈自家好嘅係啊。用輕鬆又小奶自家嘅方式，看人生嘅無奈何。頭先歌手王連玉是係學作怪，另外對去年回歸新報道空路區，同節目浪子清新衝向金曲，今年3個月用適合華語學路含有客家年秋明年嘅專輯鐵九獎，再個挑戰金曲最佳學路發專輯。前年就入去搞技術歌嘅，我其實歌嘅冇寫啊。去年就寫3首歌嘅，就講佢就來教一下咪，好啊，我都教就寫。伊出我自家本身做音樂也係用上啦，就講就做我自家想我做嘅音樂聽聽啦。王連玉清新用家人寫歌，歌詞發揮，但是引起對社會議題有相關看法，歌詞曲風動吊打。但是對用家人傾下寫嘅，應該係採油嘅，閣下想要用唔合理嘅邏輯對抗嘅事。改變小那自家嘅方式，歌曲度切實考試政府，反起立場係董憲明，關懷社會議題，被認為金曲最佳作詞人獎。你寫歌嘅人有人個做社會責任啊，知冇？歌也要寫，同樣要是直接去面對樣問題咪，陳生都想講既然按用你也唔要躲躲閃閃，都直接就講出來，講好啊，就是寫，就最用兩條歌就開始就是寫。落燈啦！無論係自家創作，還係同清新兩殺一搭一唱，王連玉用輕鬆嘅音樂面對嚴肅議題，未帶聽眾叫下來關心同獵亡土地荒界大細事情。客家新聞方面上了記者台北路頭。